嗨，大家好，我是 Gino。今天呢，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来台南的成大的台文所参加了台语囡仔购的活动。台语囡仔购就是用台语来说故事给大家听。那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免费参加的活动，你可以线上报名，你是要讲故事的，还是你是要听故事的有这两种，然后它是免费报名的，只要大家上到成大台文所的官网上面，然后去找台语囡仔购，它就可以下面有一个报名的 Google 表单连接。好，那今天为了要跟大家分享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推广这个台语的教育，还有这个用台语听故事说故事呢，就是使用我们的母语一起来融入生活当中。我也是用台语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好，今仔要甲大家绍介的这支影片还有这个规个台语囡仔购的活动，是举办伫新台台文所新台台文所所主办的一个活动。伊的时间是每礼拜六早起9点半，差不多到10点半，10点40的这个时间，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会带大家做伙来听囡仔讲。伫台文系的迄个台文所的迄个网页伊的顶悬有一个报名的迄个 Google 表单这个物件你会当去报名，你是要讲故事的，还是要听故事的，两种拢会使。伊的时间是伫每礼拜六的早起，所以后礼拜咧同款阁有活动，大家人拢会当报名参加。我会甲相关的一寡资料放伫下骹的迄个资讯栏内底放伫下骹的栏内底。安尼，我有用手机因为我在现场，我有用手机翕一寡迄个新大学生因来讲囡仔购的一个一寡段啦就是遮个内容因为是用手机我的手机镜头无介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手机一直安尼动来动去，就迄个嘛。主要是要甲大家分享讲，这个囡仔购的活动大家人嘛会当做伙斗阵来参与这个活动甲这个台语好甲伊传落去然后大家嘛会当做伙甲迄个台语这个做成你的母语不管你的母语是啥物母语，甲伊学也好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安尼刷落来，咱就做伙来看这个囡仔购的迄个戏剧的表演。今仔的表演者，然后我表演的是土仔。大家好，我今仔日表演是土仔因阿爸。大家好，我是地啊七。大家好，我是土仔同大家好，我是鸟鼠。阮要开始阮的故事阮的故事。阮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就是爱拼才会赢。阮就开始古早有一个动物园伊就流行羽毛球的，有一只兔仔足爱拍羽毛球的，毋过伊的身材就是 everyday， 拢互人看袂起哇！你看，阮的第一期选手又搁摕到羽毛球世界冠军羽毛球是一个要求身体素质的运动，若是迄只兔仔身材毋够好，是无法度甲羽毛球拍好的。兔仔细汉的时阵定定伫因老爸工课所在咧看羽毛球的比赛，毋过伊就是对羽毛球足有兴趣的。我以后嘛想要甲因同款变成世界冠军，但是阮老爸伊就无支持我拍羽毛球啦。你遮尔矮，就是好好读册讲对。就安尼，我定定伫咧学校捡别人我的球杯甲同学拍。哇，佮捡一个球杯真爽！你看你遐尔矮，是要安怎摕到世界冠军唔免你管好，伫咧兔仔想要放弃的时阵，伊生命中的贵人就出现
是得到世界冠军的第一次。贵人不是贵人。哦，贵人。贵人贵人，嘿，歹势，这嘛是羽毛球的教练啊。哎，我看我真正伤矮啊，我实在无适合拍羽毛球啦，还是卖拍好啊。卖是是啦，你遮高跳，跳到遮尔悬，安尼会当伫比赛的时阵，甲球拍甲更较好。哦，好，你就来我遮练习。好啊好啊，开始训练。我即摆最强啊！练习几年了后，土仔已经伫庄仔内拍败足侪人啊。哈哈，我即摆已经拍败庄仔内所有的选手啊，而且阮教练嘛有引准我出国比赛啊，咱做伙摕冠军吧。好，土仔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阵，就拄到足强的选手，亚龙选手。你温输啊 A 啊！我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就拄到遮尔强的对手。我看即摆我一定袂赢的啦。我输啊！好，经过这个比赛，土仔受到足大的打击，甚至想要放弃。啊，毋过伊的教练就互伊鼓励。教练你来啊！我输啊咧！是你互家己伤大压力，爱相信家己啦。干嘛呢？好，教练，我决定我要练我更较强的，要挑战一届，挑战一届。好，听教练鼓励了后，土仔就调整家己的心态，继续拍拼。累。几个月了后，动物庄仔办一年一摆的世界比赛，决赛不过是土仔甲伊阿龙的对决。哈，又是你！即摆我无可能输你啊！别讲生笑啦，你温输啦。好，比赛一开始吼，亚龙就赢到足济，土仔感觉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土仔就调整伊的心态，慢慢享受比赛。你要是遐尼百卡，搁一个我就赢啦。莫遐笑着啦，甲你讲，摇摆落票的久啊！即摆我一定无遐简单认输啊！这个时阵，土仔表现出伊一开始拍羽毛球就有的决心，对家己讲，我是上强的。我算到三，做伙和我讲，我是上强的。1、2、3，我是上强的。我竟然输啊！输啊！你打卡。你输啊！就算身材输无人，啊，毋过若坚持落去，就袂晓输啊。慢慢对土仔就倒赢。无错，即届我总算是赢我一生上大的对手亚龙选手啊！我即摆是世界冠军啊！耶！这是土仔头一摆赢过亚龙，啊，阁是伫伊的故乡赢，阁较有意义啊。第一名，我第一名。我竟然输啊！我竟然输啊！你要正常车啊！不行啊！我赢啊！先发在我手上，然后我先说。同阮做伙庆祝一下。耶！好。好，小朋友，阮甲土仔庆祝一下，好无？好，对我做。来一张 B。文姐，我算的啦，免惊。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快倒来，快倒来！差不多。好，几年了后，土仔就变做世界球王啊！
我已经顺受世界球王啊！我已经打败遐尼个对手啊！我即马总算是变成世界球王啊！我相信全世界拢有我的球迷，你讲对无？这个时阵，有只拄到 L 球的鸟鼠，就金粉土啊！我要嘛就是赶快做世界冠军。好，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来讲，爱拼才赢。我希望你会晓赢过我，自己做较好。好，对，我来告诉我高家文字。相信大家看了吼，应该是感觉真新鲜、真趣味吼。因为我本身是足介意迄个听故事的吼。我相信人拢是足介意听故事的。我嘛伫遐想讲，若会当用即个故事的方式、活动的方式，甲即个台语甲推送出去。大家人会当做伙来学台语，也是做伙伫拜六透早的时间，大家人做伙来听故事吼。即个活动真正是真简单、真趣味、真新鲜的一个活动吼。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每礼拜六早起9点半至10点半的时间，大家人拢会当去线顶报名哦。安尼咱后届再相会。